我们的太高兴的，为了聚会到这里，要说的大师艾利亚就来到您的家，不管你在何处，可能是在车上了，或者是在厅里啊，那就是问你们好，就说把这个教导要放进去在您的家。我们今天就是第三课的教训，您要说服啊，那就赶快说犀利吧，而不是要去模仿。我就是要直接把这个法律要给您的，就是你不可以模仿，或者去那些模仿的地方，却要跟随一样，这就是一条法律，就是要跟随一样，因为一样就是要教训你们，所以一定要听着一样的话，然后就是你们要受过洗礼，而不是要去那些无上帝的地方要去吧。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的做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法律，就是耶稣说的话。他说你们要去，要使万民的做的门徒。像伊俩现在就是在使万民的做的门徒，然后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礼。这是耶稣所颁布的一条法律啊，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礼啊，这个不可以有改。因为然后就是你要凡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说你在无说里面的，你先要教训你叫洗礼，要说洗礼，你要施洗礼的时候，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字给你的施洗礼，不是父有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子有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圣灵的有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是耶稣所颁布的那条法律。我们下次再说这个话题啊，但是不是你们那个犯罪的人要说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犯罪的人不可以说话。他们只要您要把你的嘴闭上了，因为您说你是个犯罪啊，你都是想把罪孽之下的人的话是要重要的。我是说，我想说什么来着？因为有人说，他说应该是有这样的，你没有看见这个法律吧？就是要放父这个上令的给他们实施。耶稣已经说过，你怎么要把它改成了？你要记住不可以改，你要受过教训的过后，你要去受洗礼，因为你有受过洗礼过后，还有其他的教导要教训你们，就是现在所做的，就是说你有说服这个教训的过后，你都能了解这个教训都是能证据你就是在耶稣里面的在耶稣的王国里面的。那我就跟您讲，在耶稣的王国里，就是所教训你的，你就是而不是你要去在别的地方，就是在耶稣里面有天父耶和华，有耶稣而且有伊俩，这个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如果是伊俩没在，都是属于魔鬼，这个就是那个模仿着这个教训的。你们千万别去那里，你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看到这个就是伊俩。如果你听着收音机我这个声音都是不会变了，你在教堂里面都能听到的声音，全世界都能
听到这个声音的，所以现在蒙着了，你要返回到天父耶和华和无说，你信了过后就是要受过洗礼吧，因为在无说里面是不可以分担。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这个教训就不可以分担，你不可以与以利亚隔绝，因为以利亚要教训你不要再犯罪了，以利亚教训你的要失掉，就是被拆毁掉了。以利亚来教训你真正的上帝的儿子的命，就是要无说。以利亚也教训你，如果你不想要犯罪，就来到我这里你就不再犯罪了。所以你要听到这些话，你就来寻找以利亚，而不需要去要别的地方去是的，灵魂想要去天上天了，他就能够知道这个，他就要来到这里，而不是要在这边的地方，那边都是魔鬼模仿的这个教导，都是魔鬼违反法律应该他要听到这个真理，他应该到这边去他有具备的地方。就圣经说，你们不可以分担。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弟兄们的，我接着我们的主耶稣说的明劝你们多说一样的话，你们的中间也不可分担，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上帝所颁布要通过这个制度不可以分担，你们就把这个分担的去掉了，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是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所颁布的，就要通过制度。就说我们在求告耶和华的时候，谁要分担了？是我是你们的，有些是在求告耶和华我以利亚说，你们千万别跟着他们，你们能听到耶和华的教训的，就是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再犯罪了，也不可以要再做别的事情，要叫耶和华忧伤，那你们就会跟随。以利亚因为在耶和华里面就没有这个分担，只要有分担了就是魔鬼，因为您不能说我与你要离开，因为我都已经40年了，以利亚都要刚刚过那个70周年了，为了传扬耶和华的话，你就是不到1周2年3年了，你怎么说是我在你的后面了？别有这样搞笑您这样的说法是让人的搞笑。你有新教训的时候，你有寻找以利亚，然后就受过洗礼。因为法律记者说不可以分担了，如果你是要分担的，然后去经历了教导，那你就是跟魔鬼同在，跟魔鬼同居你们都是变成了犯罪的人。只有在以利亚就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你就不再犯罪了。我们就是来继续把这条法律要念了。你有听到这个，就是你有起来，然后就是你要受过洗礼。这个是在哪里？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16节，应该是使徒行传22章第16节。现在你为什么等人呢？起来去告他们的受洗去你的罪你有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你就洗去你的罪，你要过来受洗吧，你有洗去你的罪，你是怎么洗去你的罪？就是你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字，这一切都是你有受过洗礼过后才有得到你有信了，你就去要受洗礼，你有起来，你有求告他的名。
您就洗去你的罪。这个是写得很清楚啊！你要宣告他的名字，就是把你的罪除掉了。就是说，你有受过洗礼，就是把你的罪要除掉了。这是大家都有需要遵守的一条法律。如果你想要得救，你就必须要受过洗礼，这是一条法律啊！而且这个是按照我跟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信了，就是你要受洗礼啊！你要受洗礼过后就千万别听那些犯罪的话，说是必须要奉耶稣的名字给你受洗礼啊！因为本来这个耶稣就是个犯罪呀，他是个假上帝，没有权利能除掉的罪，叫你总是要庆祝那些圣诞节。你怎么听他的话呢？你怎么没有想看呢？教训说是有两位上帝啊，其实他们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神教的上帝。这样的道理都是在描述这位真的上帝啊。所以啊，你千万别盯着他们的教训的，我要劝告你，别要跟着他们去动在，您要听以利亚的话。以利亚的话是什么？要我说天地都废去啊，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个经文是在哪里？马太福音，我们要用这个圣经吧，为了让我们赶快能寻找是第几章？马太福音第24应该是在35节。24章。对了，马太福音第24章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耶和华所颁布的法律啊，并且耶和华的话都是主的命令，都是天父耶和华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2章，因为这个都是一条法律啊，他说的话是不能废去啊！假如说有个使徒在随便把耶和华的话又改动了，因为您说是彼得把他的话是改动了，那这个时候彼得已经下狱了，但是彼得没有要乱动他的话。按照这个道理，就是彼得就是把他的话又废掉了，别胡说八道啊！那我们来念上帝的话吧。耶和华的话就是法律，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40到50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说的讲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那这边是写得很清楚，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父亲的命令的。那他说你们要负责上帝的命的，给他们是设立的，这个就从父亲的命令的，所以这个没得商量，是不可以动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的。受洗礼的法律必须按照这个，您要父子的圣灵的给您的是洗礼，这是要我说的话，所以这个不可以要动了。因为我假如说有个使徒要胡说八道，要自己要宣布颁布条法律啊，他的话都可以不准说的。
因为只有魔鬼说使徒比亚乌说是大，你有些人都这样的道理，他们充满了上灵的，然后就说那个不同的语言了，然后说是你们要放耶稣的名字给你们设死里吧，耶稣都已经假的，这是魔鬼的道理，他们就用这样的想道理来迷惑你们，你们就应该有想开了。在哪有使徒能够要违背耶稣说的法律？你们都看到这样的道理是不合法的，没有使徒能违背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这样的是太糟糕，应该不要这样做，是太忌讳，因为这是主的命令的，耶稣说的命令，没有使徒能把他的话能改动了。那法律是什么？马太福音第28章你要受过洗礼过后就要来遵守这个一条法律就是说天地都有废弃我的话就不能废去谁要把他的话又改动了，都是魔鬼。谁跟您说的？你又充满了上灵的，就能随便把他的话又改动了，有上灵的，有这样的这样所说的，不是个上灵的，是假上灵的，因为没有上灵的不遵守耶稣说的话，因为上灵都是要遵守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们来念下在约翰，然后我们再重复要念下耶稣要说什么法律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当把会士就是福音我的名所差来的上灵的，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就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位上灵的就是要想起你们对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因为假如说一个上灵跟耶稣说话是不一致的，他不是上灵的，是假上灵的，是从魔鬼来的，是灵的。因为耶稣说耶稣说的话是不可以撤销的法律耶稣说要说话必须要遵守他的耶稣说的话，因为不光是使徒彼得保罗都是不可以违背耶稣说的话，这是最有安全的。因为耶稣说你要遵守他的话，他怎么跟你有矛盾了？如果你要遵守使徒的话，这耶稣说另外一回事，那你就会有受惩罚，连那个使徒都要会有下地那最有保安全感了，就是你要遵守耶稣说的话，这个就叫做以利亚，因为他要保全天父耶和华的话，也保全耶稣说的话。除了这个以外，都是从魔鬼来的，因为这是一条法律。那这些法律到底是什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说要遵守耶稣说的话。那这个法律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放耶稣说的名字来念。所以你们要去，是亡命的做的门徒，奉父这个上令的名给他们是系列和这个法律是太清楚了，那你凭什么又再辩论的？而且你为上令的不可以把这个话又改动了。假如说有上令说要用这个，那这个不是从耶稣说来的上令的。那你可能说为什么使徒们说你们要奉耶稣说的名字，不要再提到这个耶稣，因为他是个假上帝，教人的要犯罪就是这位耶稣你们真的太可怜了，一直都没有想开，因为我都把所有的一切都教训你们都一直没有想开，你们就随便你们吧，我都已经教训你们，劝你们
不愿意接待，因为你们太骄傲了。为什么？使徒要说是要奉耶和华的名字给你们设赐礼，在使徒行传第2章，这个是第几节呢？我都没想啊，我没有记好，我都把它忘了啊。使徒行传第2章。那我们一起查一查38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37到38节。众人的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这样行的。”那他们说：“我们应该要这样行的。”彼得说：“你们个人的要悔改，奉耶和华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的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等的，并且一切在远方的人等等。那就是他们就是要遵守这个话，就是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和华的名字受洗，你都要求告耶和华，这个就已经不做，已经不再求告耶稣了。要提到耶和华谁说使徒不能听到了耶和华的话，是什么样的生灵的能听到了耶和华的话？你刚才我们念过了，你条法律就是生灵的必须要把耶和华的话要指教给你们的。那什么生灵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应该拿耶和华讲说的，要奉耶和华的名字你们的设施了。如果他不想提到他的名字，他就说我的名字。所以他又强调我放负责上令的名字给他们设施了。这个就是是受洗礼的可是就是受洗礼的法律，就是你要给设洗礼的时候就是要说什么？这是老外说的，他说那受洗礼的法律就是要从耶和华的口中的话，他说要奉负责上令的给他们设洗礼，这是不可以撤销的一条法律，是天父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的使徒们都不可以要把这个改动了，你都可以要不遵守使徒的话。那我们应该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使徒们要说这个？但是如果你要坚持说你要把这个话来违背耶和华的话，那这个绝对是不可能，没有一个小人的能反对上帝的话。那为什么使徒要说这个？要奉耶和华的名字给你的是洗礼那这个就是简单的。你传给他们的时候就是要我说假如你们都现在都在听我的，我就传我要把我说传给你们的。你们做信的时候就说给你们能奉耶和华的名字给你们设洗礼吧。这个就是在安上的时候因为我在传给你们就是要我说，那你们就是要奉耶和华的名字要受洗礼，因为这个教训就是要属于耶和华。假如说我跟你们说我要奉你们我奉是负责上力的给你们设洗礼的，因为我必须要说传样的给你们的，要说给你们的奉耶和华的名字，然后就是你们要领受所赐的上令的。所以我们到水里面的时候我就要说你耶和华的法律这条法律就触动的罪，因为如果你就奉耶和华的名字要给人的设洗礼的，你就永不要触动你的罪。
最重要的就是要我说的话，是门徒都不可以要反对的话，一家都比使徒还大，他们都认识我。你说你怎么认识的？怎么认识他们的灵魂都是在我们那里啊？这个话我们也不要拉太上了啊。因为我教训你们法律就是这样的，你们要遵守这个法律。就是说我给你们已经解释过，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人就是来问你兄弟们，我们应该有这样心的，因为那使徒所传扬的就是要我说。那使徒们就是说，你们有过来有放有我说的名字给你们受死了，这是按逻辑啊。所以你到水里面的时候，必须要根据要我说颁布的法律来给你的受死了，就是要放你负责上的给你们的受死了吧。总结你就立刻要主动的罪，没有要说要反对这样的话，你支持他的话，你要遵守他的话，他就开心的。我都把使徒的话给你解释啊，没有在水里面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放要我说的名字给你受死了吧，这样的是违背法律。你要遵守使徒的话，而不遵守要我说的话。如果你要遵守要我说的话呢，这个就不错。你要我说的话都是很清楚，你知道吗？违背的，所以那些魔鬼都有自己的道理，就说这个那个，你要想一想，这是你自己的想，不是真理的。在这里都是要遵守要我说的话。你都来问你这个，问你这个问题，父的名字，父亲的名字我们都已经知道是亚法，子的名字是要我说。那你给我圣灵的名字是什么？是各个圣灵对各个的名字，因为圣灵都是相认的，圣灵都有自己的说明。以利亚都认识这位圣灵的，都是从大那里来的，他们有自己的说明的。我都认识圣灵的名字，都是对有同在，我怎么不认识的？那你在他们中间了，要提到谁的名字？你们都什么都不明白。有几千万的生灵的，那你在水里面的要提到谁的名字？因为也不是只会来提到他们的名字，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你怎么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假如说就在那个使徒时代的时候有他们圣灵都是要放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因为假如说在那个使徒的时代的时候有120个人的，那圣灵都已经120个。那有人就是他就过来说是有这个道理他说必须要用一个名字来确告。那谁说的是父亲与要我说是平等的？我们刚才教学过圣灵就是说带来的，他没有必要说的，要我说是才听圣灵。对了，这一切都是在打个括号，都是让你们的要想开，这是魔鬼的道理。你们跟着魔鬼的教导，你们要想开，你们要决定要跟着以利亚，你们要宁愿要跟着以利亚蒙着你们要跟随以利亚，因为凡跟随以利亚就是要我说的大话是天父亚法的法律所赐给要我说，都是充满了快乐，充满了福气因为他都是他也太高兴了，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果。要跟着要说，我祝你要想开，聪明的人见火就站起来，愚蠢的人往前说海，
教训都很清楚，你信了就别模仿，要赶快要受死你吧，别让我给消化那些犯罪啊！你有信了，你就会跟着亚乌以利亚，然后就是亚乌说的小羊，但是不要去要教训人的，别再违背法律啊！你所做的已经足够了，你要跟着以利亚，我们要去到亚乌刷那里，到天父耶和华。话就说结束了，我跟您讲，在乌刷里面是很大的幸福，没有这样的幸福平安的安全感了，真的是很大的幸福啊！只有在这里才有幸福，只有在这边才能得到福气啊！在这边有很大的快乐，就是你要因这个快乐，这个不是钱财，因为快乐不是要凭着不是要靠着钱财，真正的钱财就是你在亚乌刷里面在亚乌刷里面能得到幸福啊，能寻找他是有福了。我跟你讲，你宁愿要得到这样的幸福，只有你把你的心要打开，要跟随亚乌刷，你就要从罪里面要救出来，你就成为至高的儿女，不再犯罪，你就是要永远的要充满了喜乐，不会再害怕，那些烦恼都被除掉了，就在亚乌刷才有安全感了。那我祝您的了，来到亚乌刷，我的话就结束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永远的荣耀归给您的。今天的教训就是教导就是结束了，我所说的一切的教导，请您要保护保佑，为了给听着人的好处，也给听着人的善良。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请答应我的祷告，请答应我的要求，请保佑这个到未来给他们的好处。你是留心盯着，您保佑他们。我一定要不断的，就是在人的在这个模糊，在人类的模糊。我要向你大发要求，请你大发你的圣灵的，为了帮助以利亚，为了把他们的足迹在一起。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时候已经不多了，这工作非常劳苦啊，所以以利亚要向您天父耶和华和亚乌刷要求，您也为了大发你的圣灵，为了为帮助我要来阻止他们就能听进去这个话，不会再被那些魔鬼和被迷惑了，就说把他们又下地了。这个都是来自那里的从你那里的权利听父亲的，把你的话语显示出来了，为了让他们明白这个道，让他们的心能打开，他们就悔改来寻找亚乌刷。太感谢您的天父耶和华，我奉亚乌刷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的时间就是到这里，我祝你们能得到亚乌刷的祝福。我们下一课的教训再见。